家好，我是慧婷，我是克切拉一小组的项目经理。在现在的社会里，我们时常因为时代、科技、欲望、生活方式等等因素而碰到许多问题和烦恼。许多人都觉得要进行持修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佛菩萨却很慈悲的视线为护法，让我们在这末法时代能更容易的走我们灵修之路。所以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位强而有力的护法多杰雄灯和修持他的法门的益处。多杰雄灯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有着与其他证悟的护法如四面大黑天和嘎拉鲁巴一样的本性，但在这末法时代，按照众生的因缘，以世间相示现，让我们与他更接近，帮助我们与佛法建立密切的关系，让我们今生跟来世都能有机缘得到三宝的庇护和修学佛法。修持多杰雄灯的益处有以下几点。一般上，多杰雄灯在我们修持佛法的过程中，能帮助我们去除内在和外在的障碍，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所进展和获得成果。外在的障碍如时间、生意、财务、家庭方面的种种问题和烦恼，此外也包括碰到意外或得到邪灵的干扰。内在的障碍这包括了无明、欲望、贪念、嗔心、妒忌、沮丧、忧郁症等等现代人常有的问题。除了帮助我们消除障碍与难题，它也会制造有利的条件，让我们修学佛法，如让我们遇到我们的上师，或能辅助我们修学佛法的良友，或帮助我们找到一个靠近我们的佛法中心，让我们能常听闻和实践佛法。由于多杰雄灯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它与智慧佛文殊菩萨是一体的，修持他的法门将能增长我们的智慧，提供我们心事上的平静、清晰和稳定。他的法门也对小朋友和学生非常有益，它能帮助我们增强记忆和智慧，无论是在课业上或是在佛法上的理解能力。除此之外，多杰雄灯为了随顺各个修持者的需要，还以西、真、怀、诸四个化身示现。第一个是西相，它名叫西者，也称毗卢遮那雄灯，这是多杰雄灯的极静相，全身白色，安坐于白象之上。修持他的法门将帮助我们净化恶业和消除障碍，其法门拥有疗愈身心灵的力量，对治疗严重的疾病非常有效。第二个是真相，名为金泽或叫宝胜雄灯，它是多杰雄灯的真长相，全身黄色，骑宝马。其请金泽将帮助我们克服财务上的问题，增长我们的福德、财力、物质、寿命等等。第三是怀相，旺泽，也是莲花雄灯，它是多杰雄灯的怀色相，它全身鲜红色，骑在龙上，它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思维。对于固执的人，它能先驯服他们的思维，然后才能令他们专注的修行。旺者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极为困难，而不是一般普通神明可以降服的情况。最后一个是诸相杂者或结魔雄灯，它是多杰雄灯的愤怒相，全身深红色，骑大鹏鸟，它能非常迅速的解除我们最深最恶的业障、邪魔和邪将。杂者法门对镇压邪术和克服极端危险及危及生命的情况、灾难等非常有效。除了给予我们学佛上的帮助，让我们的修行路上走得更顺畅，多杰雄灯宣誓化身为护法，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护持第二佛宗喀巴大师传承下来讲述龙树菩萨中观论这珍贵的教义。有了清净与纯正的传承，佛法才能继续的流传下去。以上只是修持多杰雄灯法门的一些益处，
无论任何人都能够修持他的法门。我希望大家都能来了解他的法门，开始修习，让多劫雄灯保护我们，远离世间的危险，增加我们的福德资源，以及去除我们所有的障碍和困难，并提升我们的智慧和慈悲心，从内在转换我们的心识，获得内心的平和，再从内延伸到外，让我们建造一个更和谐的社会，对世界和平献出一份力量。谢谢。